我来，我你错了，哈，哦对对，好，呃，下昏时吼，为迄阵开始吼，是，好，下昏时国在自集嘿丹青嘿，自集，嗯，丹青衣牧师做主理，礼拜的时有金几若首古早诗。为什么爱讲是古早的诗？也是呵，无重要。是，几若首，几若首，几若首古早诗。嗯，后来开音乐会，教煞大家出去外面看放火，诶，放火西，火西，火西，火西是啥物？啥一个我嘛不知，黑呃，山，看到遐，叫讲是放烟火，结果毋是，可能是啦，可能是烟火吼。嘿，台语感嘛是叫烟火，也是有别的叫法。烟火嘛有可能，但是会我哦，我唔知，对对对，查看下，先看黑山什么的，对，什么黑山就呢？是烟火的一种，哦，要未找着，等者放黑山，等者等者，我今日才学到吼，黑山，对吼，灰山，灰混灰，河山吼，伊敢有看到伊迄个汉字黑西黑嘿，西，毋是黑西，哦，对对对，黑西，好好，会当理解啦，就形象的嘿。吼，形象的吼，用系啊啊！你也哦，形象就像讲黑山。迄个过年的时阵的迄个舞，敢是讲舞龙舞狮，敢是安尼嘿，感觉？迄叫做人西人灵吼，人哦，灵人人西西，人哦，对对对，人西嘿，人灵。爱用人字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今仔日学着哇，你看啊，黑西，烟火台语的讲法足侪种吼，系啊，来黑河会使来学看觅，黑放河黑河吼，放黑河，哦，河河灰河吼，好，灰龙河龙黑喂，龙吼，嗯黑西吼，龙是啥物嗯，物件我都无解清楚吼，龙可能是哦应啦吼，波浪伊浪吼。伊毋知煞用即个比吼，啊，黑狮就形象会当理解啦吼，黑狮系啊系啊，啊，灰跑，花炮就知影，伊就是无共物件，诶，吼。灰跑啊，花炮，敢是就是过年的时阵放的迄款，诶啊，烟火吼，好，烟火，诶，啊，还有一放个，嘿，放嘿，烟墩嘛是吼，放烟墩，我看伊种诶，烟墩是烟墩伫倒，放烟火的吼，元旦哦，烟墩，但是伊讲原来安尼，放烟墩毋烟是放烟墩，火，哦，原烟来是安尼，墩吼。哦，好，起烟我都毋知这是起烟是起烟好什么意思？起烟，哦，起烟，咁就是迄个点火迄个动作，甲烟火点，可能是系啊，啊是，这是另外一种微型的物件，甲伫炮放啊，黑马，烟火一种哦，放黑哦，放黑马，应该是哎，别的一种啦吼，那但是我咱毋知是对什么款吼，放黑龙哦，都叫做黑龙，伫遮嘛灰龙哦，嗯放黑狮吼。嗯。啊，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现代饮吼，这是特别的某一种啦，哦，这毋是正嗯，路的吼嘿，，specific 的某一种的吼，所以主要是这黑河、黑龙、黑狮吼，啊，嗯，烟火是日本话讲法啦，烟火啦，嗯，好好，这只无收，会，嗯，诶，毋是烟火，毋是日本话，日本的讲法是花火，嗯哦，嗯我看有收无？嗯，无，
哈那比吧，哈那比，哈那比哦，好，这是哈那比，这是哈那比，日本的讲法。好好。啊，但是我捌听过烟花啊，但是烟花可能是我是看香港人嘛是安尼讲啦，诶，对对对，我嘛是我拄则嘛是想着遮烟花，敢若诶，是香港诶迄个讲法。日语无啦吼，所以应该毋是吼。安尼我看即只有收嗯，烟花花花世界无呢，台语无烟花是另外一个意思。系啊，烟花就是咱惯势即迄款嗯，诶屁，敢是讲屁想诶讲法。对对，嘿，就是就是迄个，变来讲，红灯区啊，叫烟花，嘿嘿嘿，烟花，对，所以台语用烟花无介适合啦，吼。嘿，好，过来，诶，哇，来，好，有啥讲到遮来？哦诶，哦，对，哦，伊个放黑西，放起使，黑西，好好好，这段读煞，你敢若来读一遍？我拍摄我走到遮来，131页，嗯啊，我这安尼看无到，好，嗯，呃。哦，好，来131页。下黄时搁在自执，但诶，千里，好啊，歹势歹势，哈哦哈，我我哦，我拄则已经惯势，你读一句，我读一句啊，好好好，好，歹势歹势，但千里牧师做主理，礼拜时有吟几若首古早诗，你拄则讲为虾米古早诗吼？因为嘿啊嘿啊，因为基督教的诗歌吼，有诶是嗯，足古早时期做诶，哦，所以讲嘿，伊会用古早诗即个名嘿嘿嘿，就来是称呼，你看，宗教改革已经偌久啊？宗教改革是17世纪吼，嘿，17世纪应该上古早搁较还是早，差不多做15世纪，15世纪哦？嘿嘿，十五较早世纪，哦，15一四世纪叉叉年，几千一有遮久四嘿啊嘿啊，差不多就是 Martin Luther 迄个时哦，我代。真正对这个技术伊就含慢的吼。等嘛，偌济年安尼。哦，伊讲是16世16世纪。纪啊吼，哦，英国多少几年安尼吼？了解了嘿，解。啊，因好好好，宗教改革了后吼，就是基督嗯，教新教，因就开始做足侪诗歌甲哦，唱。对啊，所以对对对，有的诗歌是足早时阵都已经，有的足早，但是偌早我嘛毋知啦吼。比如讲，了解了解。哦，看觅啊，我看即条是偌久，即条是1779年写的哦，吼。哦，这个，原来这条是这么古早对的。对对对对，你看177918世纪吼，嗯，1779是当系啊。时啊，一七七九。1779就差不多18世纪，差不多 Victor 清朝的啦吼，清朝的16偌侪年是明朝台湾迄当阵入荷兰时代吼，个16偌侪年啊吼，嘿，所以这应该算这较晚期啊啦吼，啊，但是当然对当阵的台湾人来讲嘛是算较古早的诗啦吼，嘿嘿，啊，即嘛当然毋免讲，即嘛佫较侪啊吼，即嘛凊彩人逐个都会晓写，系啊系啊，嘿，好，所以为什好，么叫古早诗，就是较早以前因所做的一寡诗歌吼。哦，留原来落来啊，是安尼，传唱落好，来啊，吼。好好，好，后来后来开音乐会，到煞大家出去外面看放下西吼。OK，嗯，好，咱好，继继续吼，嗯还有10分钟，还有后一段吼，嗯，假假日国拜，诶，等者歹势，假日国国拜堂的代表者，诶以及以及传教士会有几若百人，搁再组织伫台北新学校，甲
大场埕，礼拜堂，大场埕，礼拜堂。这敢摆连做伙，大场埕，礼拜堂，听几若位的先生讲演。第三，早起，幼园搁自习伫新学校，下晡时，大家去放假礼拜堂，有献堂式，互是献互惠堂式，的意思哈，互了解，互惠嘿互献堂式。好，献长了解色，献长啊，色，献堂式嘿献堂式，色是仪式的意思哈。仪式，了解，好，好了，读这哈。这段嘿，假日各拜堂的代表者以及传教士会友几若百人，搁再组织伫台北新学校甲大场埕礼拜堂听几若位的先生讲演。第三早起，幼园搁组织伫新学校，下晡时大家去艋舺礼拜堂赴献堂式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，好，那个好，是51年前，哦，51年前，该牧师一人到淡水来进来进，毋是来一年久，甲5个人领洗礼，即帮遐即帮遐侪主的信徒对四方来赴纪念会，实在互大家的心欢喜到极，因为历历届了解，历届这50年，主的圣会有得到大景兴，景兴，金星，景兴是什么意思？金星，景兴是金是 CHENG 哈，金，进进诶，进金兴金星，金兴诶，对好，对，金星哈，金星就是金兴是振兴嘛，哦哦哦原来是安尼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大金兴，大诶，金兴，好，继续。这帮赴会的人，这帮赴会的人，无久长记得，等一下，无久长记得这个教说教希人的纪念。无按左就是没有不怎么样哈，无按迄个久长久长记得长久了，久长记得就是记得什么代志，迄个 记得 remember，记得敢是 remember 记得得，记得对，意思敢是 记得 remember，对，哦。就是记哦，了解得啦，你无写汉字就变两个啦。了解啦。无久长记得即个说教希人的纪念，好，了解啊。无总算是了无解意思嘿，啊。无就是大家拢长的记得即个代志，即大家拢会件代志。记得个代志吼，无好好，久长记得无即个久长记得得嘿即个，记得即个，值或者是值嘛是得啊，但是这只是嘿，得就是得到得。啊，你若要记得，读个音，你就会叫你若无写把后壁就读就是嘿，长长短迄个长，啊毋是啊，值吼，就是嗯诶得的啦吼，得读做得嗯，记得吼。记得，好，来，这段我读起吼，好好，51年前，
该牧师一人到淡水来一年久，甲5个人名随礼。即帮遐侪主诶信徒对四方来赴喜联会，实在互大家心欢喜到极。因为历届这50年，主诶圣会有得到大振兴。即帮赴会诶人无久长记得即个佛教喜联诶纪念。好，这诶，部分哦26分，嘿嘿。我看嘛，但是后壁要读落落长吼，哦，咱是，就到遮休困安尼，就到遮好啊好啊，到嘛好，7安尼安吼。好好了啊，解。后回再来读这个好，后回五牧师过来给五牧师的小段吼，所以好介绍另外一个牧师吼。好安尼我先记者，今仔到即只132页。好，五牧师的小段。好好，安尼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啦吼。好，后礼拜继续来猜。好，多谢多好，谢。多谢好好安好，安，再好嘞，会。再会。